已經刻出樣嘅耶穌頭像，天天嚟刻，天天嚟修，也係難以睇污糟，書表傳統，外邊先傳落成衣服用嘅服裝。上嚟看所有看嘅到位，如係照論睇污糟人嘅傳統來刻。做項嘅半成片上身畫嘅鳳、柏、虎三色嘅傳統圖片，一兩又將又數嘅嘅難以書表傳就係完成嘅。也係63歲嘅創作者賴延凡嘅作品。佢當然看到也充滿原住民風味，按優秀嘅書雕作品，如說到位起，無關難想象嘅係創作者竟然係客人。以原住民以一個木雕為主貴重要都是講那啲難以20萬元嘛，看到佢哋嘅手呢，所以想到難啲嘛做看都建做都過都安尼建做都過嚟。屏東尼埔嘅一行人賴延凡，民國61年入去到蘭嶼教書，喺一段時間，談論海浪上看論一時晴天，而認為睇污糟嘅書表傳係以木竹頭度最鬧嘅風景。海浪、人、眼睛，還有這個三角形，這個是陰陽紋陰陽紋，就構成了蘭嶼船的那個圖騰。受到蘭嶼原住民文化藝術的感動，賴延凡行教嘅多項大細嘅總頭，用心研究每個總頭書表傳統圖騰有乜嘅差別，一開始以用睇污糟嘅傳呢作為創作靈感嘅要開的路。這個手，你看看呢，1、2、3，他有這樣，有沒有？這個他的意思就是說，他這一個人他在划船，他們在划船是往後划的，往後划的時候呢，你在遠處看的時候，他就划的時候是一下、一下、一下。無論係傳統衣服而是用嘅服裝，也從人爬上天出為準備嘅燉嚟條，每個細素菜賴延凡就完整地做出來，唔但將透過書雕藝術留下書表傳美好嘅樣藝，也無條用客，推幾道實出海表面，延續愛切的書表傳留下身影。所以在海邊就會有很多壞掉的船，可是這個像這個船，像豬黑的嘛壞黑的嘛應該要該切，如果你壞黑的會看到這樣壞掉的。可是他們曾經努力過，曾經捕過魚我們講起來，我們只是說他功成身退嘛。可能就係因為一周先生，嗰所賴延凡發現嗰度嘅潛力，創作出一系列用同心協力作為主題，鼓勵人心嘅作品。上嚟當一代一代充滿痛感、生命力的年輕，用同樣爬上嘅勇氣，展現出齊齊嘅力團將作品度有幾對社會期待同勉勵。也個都代表浪安泰嘅浪過來要越過也個浪講起來都要大家要同心，大家要用力，要一致，還要同心，而且發揮團隊的精神，才有辦法衝過這個大浪。創作嘅36年，大細嘅作品有4000件客家，雖然創作風格如充滿了原住民嘅色彩，我也正認為也創作過程其實具有客家精神。因為他的工作態度真的就是很執着，而且呢，他想完成的，他一定是會在期限之內，他就要完成。我有時候晚上睡覺睡一睡，說，奇怪，旁邊怎麼少了一個人呢？原來他已經跑去工作室，因為他為了要完成他的工作，所以他就利用晚上，他也去做，這樣就是非常執着於他的工作了。
非常认真，这个客家人的精神，我也学到一点点了。最重要都兴趣加上坚持啊。不过我咧感觉，我客家人嘛有关系啦，哦，客家人讲硬干嘅精神嘛，都一天在做哦，啊，所以可能对于那个安尼个木雕艺术的哈艺术哦，有绝对的帮助啊。行人的独特精神，涵盖完整的體作品都表現出來。一個有美感、涵蓋該實用嘅五線檢查盤組，都係以鐵驕傲嘅神法工藝作品，書表上雕刻呈現嘅原住民熱情自由嘅性格，用來寬坦然後用嘅茶盤組，要代表嘅行人嘅氣客，同原住民客家無共用嘅文化內涵格多改完美。來到打烏族嘅船咧，吼，人哋做好嘅都嚟看人嘛，看獎用啊，吼，啊人哋過嚟做地用嘅，吼，神法中吼，可以嚟用嘅安尼嘅東西，吼，將一個安尼嘅茶座吼，哦人哋都做得睇下泡茶，吼。泡茶，吼，安尼一方面呢，吼，個做的可以了解一個原住民嘅安尼個文化，吼，啊，過來人哋又可以拿來過來做啲用，吼，做啲用，安尼講我感覺吼，安尼較好啦。蘭嶼書表上創作係來源份嘅本燈，喺蘭嶼教書嘅時節，也教採體嘅學生嘅書表工藝。退休過後，喺啲推動創編繼續創作，還有特務創業，佢哋走來看嘢書表上作品。我以前係歸camp，聽講書雕創作係以快樂嘅念頭，香港會一直做下去，做到唔會停頓。